民戰鼓思良將，望住而家嘅曼聯，唔知紅魔球迷會唔會忽然諗起今日嘅主角呢？2至3年前嘅佢仍然被認為冇足夠嘅質素去代表紅魔鬼，但係離開曼聯嘅1年之後，金球獎頒獎典禮位列第18位，比起比寧咸同埋迪勤懷斯更加之高。能夠達成呢項成就，令我諗過到底應該擺佢喺球壇解密抑或猛將傳，但係再諗深一層，成功又係咪真係有偶然嘅呢？咁嘅話，我哋不如睇下今日嘅故事。佢係曼聯青訓出身嘅拿波里 Metamodona 蘇格蘭中場大將麥湯文尼。大家好，我係 Ryan。1年前嘅呢個時候，大家都應該係為咗坦克嘅去留鬧到面紅耳赤啦。結果佢離開咗，然後又俾人炒咗。曼聯將固有嘅一切文化推倒，所謂嘅重建又開始咗1年啦。咁一切有冇變好到呢？1年後又一次活喺爭論當中。近嚟嘅表現，同時亦都令到一個詞語重新被提起：曼聯 DNA。到底乜嘢先係曼聯 DNA 呢？或者你可以喺今日呢個故事中揾到啟發嘅。1996年喺蘭卡斯特出世，呢度係一個比曼徹斯特更加之北嘅地方，亦都等於呢度更加悶同埋更加凍。當你習慣沉悶，有時候你就會更加容易專注。麥湯文尼一家都係咁噶。喺佢嘅成長當中，佢嘅屋企人冇咩俾壓力佢唯一需要學習嘅嘢就係保持謙虛同埋勤力。而呢2個特質亦都深深咁樣影響住佢嘅足球生涯。5歲嘅時候就跟從隊友去到曼徹斯特試腳，喺2001年嘅時候已經成為紅魔鬼。根據當時嘅教練 Charlie Jackson 所講，佢係嗰種你第一眼睇到就知道佢未來會成為球員嘅小朋友，因為佢係一塊特別能夠吸收嘅海綿，無論為佢佈置咗幾多高難度嘅訓練都好，從學習掌握到精通，根本亦都唔需要太長嘅時間。而喺訓練之後，麥湯文尼仲會要求加操，呢種態度正正係嚟自於對於足球嘅熱愛。阿仔，如果你唔中意某一件事嘅話，咁就唔好再做啦，冇壓力噶。呢個就係小朋友嘅時候，麥湯文尼嘅爸爸成日同佢講嘅一番說話。爸爸嘅興趣就係睇住小朋友健康成長，所以由細個嘅時候就已經帶住佢，每個星期有3日都要揸車來回2個鐘頭去做訓練，喺車上面聽住 Cat Stevens 嘅歌，打打鬧鬧玩下遊戲。呢個就係童年時麥湯文尼最好嘅回憶，或者真係冇乜特別，但係就係享受一切嘅過程，盡量喺每個細節中提升。呢個就係蘇格蘭人嘅根，父母嘅土壤令佢所扎嘅根更加結實啊。I didn't kick a ball from 16 to 18 in the youth team. And I was in the gym for 2 years and I did not kick one single ball. My groins, and I was thinking, this isn't right, this. Because you had some boys there who were so compact and strong for their age and they were doing 1,000 meters high speed every single game at 16. And I'm sat there thinking, this is impossible. And without the club and the patience that they showed, it would be a very different story. 父母同埋教練為佢提供咗充足嘅營養去成長，佢自己亦都不停咁樣學習準備未來嘅挑戰，但冇人知道結果會點樣，你只能夠做最好嘅準備，作最壞嘅打算。強壯嘅大樹都需要經歷過獨立嘅階段。喺2008年，曼聯推出咗學生獎學金計劃，允許青年軍入住宿舍，兼且會負責球員嘅學業。呢個計劃能夠令到麥湯喺最好嘅環境下成長。理性上佢冇辦法去拒絕。但畢竟麥湯當時只係得12歲，家人嘅關係又咁親密嘅情況底下，要去做選擇其實並唔容易。只係麥湯嘅果斷並唔只係喺球場上面嘅，儘管佢知道幾難受都好，佢從來都唔懼怕挑戰同埋責任，亦都就係咁樣喺12歲嘅嗰1年開始咗獨自嘅生活。面對住孤獨同埋每日一樣嘅生活之外，要打上一隊，仲要適應同埋競爭，一副副每日見到嘅面孔，佢哋係你嘅朋友，同時都係你嘅對手。只係最後可能只不過係你人生中嘅其中一個人名。而麥湯文尼當時其實亦都不被看好，尤其是喺佢矮小嘅身形底下，換着其他球隊可能已經一早被淘汰。但當時喺曼聯青訓任
職嘅南華名宿不特，佢望到嘅係矮小身形入面內裏一個勇敢同埋強悍嘅小朋友。最終佢選擇喺15歲嘅時候，俾麥湯文尼擁有佢曼聯生涯嘅里程碑。2011年，曼聯為呢位小朋友開出職業合約。根據傳統，佢亦都會得到機會走到去領隊更衣室，同佢嘅屋企人同費格遜一齊合照。呢個都可以話係佢迎嚟痛苦之前嘅一粒糖，亦都令佢下定決心想要成為一位曼聯球員。如果話獨立嘅試驗已經通過咗，咁跟住落嚟嘅風雨，佢仲捱唔捱得過呢？隨住球隊開始引入唔同地域嘅天才，對比起隊友嘅贊奴沙同埋安祖斯彭里納，佢並冇擁有一樣嘅腳法同埋靈氣。當望住身邊嘅隊友開始陸續攞到大品牌嘅贊助合約，佢非常之羨慕，但根本冇品牌會注意到佢。遲遲未到嘅發育期嚴重影響佢足球生涯嘅規劃。我哋之前都講過，享受足球係最重要㗎，但依家佢只能夠坐喺觀眾席上面睇住隊友狂奔，每日攞到進步。相反，自己稍微用力都會因為要健康發育，所以被教練制止。咁嘅話，佢到底仲能唔能夠享受足球呢？16至18歲呢2年期間，佢幾乎冇踢過任何比賽。喺18歲嗰年，佢亦都終於迅速發育，喺2年時間入面增高咗20 cm。只係呢個並唔係一個結束，佢患上咗奧斯古謝拉特症。急劇嘅身體成長導致到嘅係佢膝蓋經常出現疼痛。麥湯文尼甚至乎一度未能夠正常咁樣跑步，佢嘅協調性亦都需要時間去重新適應。巨大嘅落差會令到好多人放棄，只係當冇人去拒絕佢同佢講唔得嘅時候，麥湯文尼就會咬實牙根繼續行落去。而再次克服傷患之後，佢仲要接受 Warren Joyce 嘅最後試煉。呢位2008年已經喺曼聯執教嘅教練，佢能夠仔細睇清楚每個球員嘅性格，所以亦都自然地對麥湯文尼特別嘅嚴苛。從季前賽開始已經嘲笑麥湯，嚴苛到就連佢嘅隊友都唔理解點解佢會被針對。但其實呢位教練只係希望球員明白職業足球嘅險惡。曼聯球員就係要具備嗰種唔懼怕任何嘢嘅自信。所謂嘅苛刻只係為咗令佢能夠盡早抵受壓力。佢嘅教導亦都改變咗麥湯嘅思維方式。無論面對任何困難都唔好動搖，盡量去幫助球隊。當捱過咗呢4-5年離鄉別井、獨自特訓、教練針對之後，佢已經係一個心態非常成熟、能夠配得上曼聯球衣嘅球員啦。假如你完成咗安祖斯彭利拿嘅交易，咁佢可以出戰 U21 比賽，但你至少俾佢喺一隊訓練好冇？呢句說話係摩連奴喺2017年開季之前講嘅。好多人會話麥湯係普巴同摩連奴權鬥之間嘅政治工具，只係咁多出色嘅球員，點解會揀中佢呢？呢個大概係同佢第一次同一隊球員交手有關嘅。呢件事發生喺國際賽期當中，當時大部分嘅一隊成員都唔喺陣中，於是乎就揾上咗 U23 嘅球員去踢友誼賽。好多新人面對一隊成員都會戰戰兢兢，唔敢表現自己。為咗保護一隊球員避免受傷，甚至乎就連球證都會偏幫一隊。然而麥湯文尼就吞唔落呢啖氣。我哋咁辛苦捱到呢個機會，你哋起碼都俾個公平競賽嘅環境我啊！然後就衝住卡維卡同埋楊格鬧咗2句。呢件事亦都令到摩連奴留下咗一個深刻嘅印象。當季對阿仙奴落後2-0嘅時候，入替馬達上演地標戰，殺火箭對水晶宮踢足90分鐘。好多人都話摩連奴根本就唔會提拔新人，但事實又係咪咁樣呢？摩連奴曾經講過，自己只係需要10分鐘就能夠確定呢個年輕球員係咪已經準備好。而喺佢眼中，麥湯已經係一個完整嘅職業球員。喺大家都希望爭取更好嘅數據同埋球權，而麥湯文尼諗嘅只有點樣幫助球隊勝利。呢塊空白嘅畫布係摩連奴嘅最愛，因為無論下達咗咩命令都好，麥湯文尼都會嚴格執行，盡力交出表現。佢嘅能力亦都好快得到佢身邊嘅隊友認可。喺對賓菲加嘅比賽之後，塞爾維亞眼看馬迪亦都講過，麥湯文尼已經係一個出色嘅球員，非常之年輕，但係好強壯，具備自信同埋能力，絕對係曼聯嘅未來。而隨住每日喺訓練場表現出嚟嘅態度同埋表現，喺作客西維爾嘅比賽中，摩連奴選擇咗蘇格蘭人取代普巴。佢喺呢場比賽中表現最好嘅一個，喺馬迪嘅掩護底下，出任8號位嘅佢出現喺球場中嘅每個角落，每次嘅5波爭奪中都毫不錫身，成為咗當晚比賽中少數嘅亮點。而呢個表現亦都令到當喺賽後被問上咗無數關於普巴嘅問題之後，當有人問起摩連奴、麥湯文尼嘅時候，摩連奴忍唔住去俾一個擁抱記者嘅原因。
因為終於有人問起呢個小朋友啦。慕尼黑空難紀念之後，當摩連奴同埋費格遜聚頭，呢位曼聯傳奇領隊拉住同鄉講咗2句之後，喺同摩連奴傾偈嘅時候，亦都忍唔住指向麥湯文尼，肢體語言同埋表情大概都掩蓋唔到老爵爺對於麥湯文尼嘅欣賞。當一大班球員都唔願意去肩負起責任嘅時候，麥湯文尼帶住佢堅定不移嘅自信去嘗試，而季尾佢亦都被摩連奴頒獎成為特別嘅一個教練年度最佳球員。摩連奴盛讚麥湯文尼擁有自己所需要嘅一切，自己絕對唔可以忍受佢喺呢個晚上空手而回。可惜佢嘅出頭並冇辦法去幫助恩斯保住佢嘅烏紗，而喺蘇斯克查上任之後，佢又開始失去咗大量嘅上陣機會。但係喺出現咗眾多嘅傷員之後，佢又一次俾人叫咗出嚟做雷霆救兵。喺歐聯16強面對巴黎嘅絕地反擊，普巴停賽，馬迪靴里拉受傷，麥湯文尼肩負起中場線嘅責任，恰如其分咁樣做好所有嘅工作。喺驚濤駭浪嘅王子球場，佢成為咗球隊嘅頂梁柱，比賽中最多嘅攔截，傳球成功率最高，贏得咗6次嘅5-5波爭奪，凍結意大利國寶華拉蒂。正正係佢默默耕耘嘅工作，紅魔鬼先得以突破王子球場。而喺主場對巴塞嘅8強賽事，佢更加可以話係統治咗地上最強嘅中場線，喺3人夾擊中突破，瀟灑一級避開來勢洶洶嘅圍道，幾乎博得12碼，最後時刻甚至乎爭啲就助攻馬斯亞。佢彷彿就係當日阿仙奴嘅韋舒亞一樣，喺呢場咁重要嘅大戰中閃耀全場，多樣性、鬥心、成熟、任勞任怨、極具戰術紀律底下，亦都令到蘇斯克查相信佢將會成為一位非常出色嘅防守中場。只係呢個係咪一個最正確嘅選擇呢？其實正確同唔正確都唔緊要啦，畢竟呢個已經係佢唯一能夠競爭嘅位置。為咗球隊能夠付出，係佢被提升嘅原因。冇好似普巴一樣嘅天分，連加特嘅突破技術嘅佢，喺教練同埋球迷眼中只能夠做好普巴嘅保鏢。但呢個係咪佢最擅長嘅嘢？佢嘅命運又係咪應該只係咁樣呢？年輕球員要成為巨星，除咗要上陣機會同埋能力之外，仲要非常好嘅環境去做栽培。但自從費格遜之後，似乎好多嘅曼聯青訓都得唔到呢個環境，大多數都係被抬得太高，而麥湯文尼就係俾人睇得太低。一直佢客串唔同嘅位置，對於年輕球員嚟講係咪一件好事呢？佢喺每個位置都能夠交出咗一個合格嘅表現，偶爾甚至乎能夠令人眼前一亮。即使係對住麥巴比同埋尼馬嘅巴黎，上半場跌咗隱形眼鏡嘅佢都能夠交出表現。對維拉利爾歐霸杯決賽盡管落敗，但佢就成為咗球迷票選出嚟嘅最佳球員。後來蘇斯克查為咗要釋放前場球員嘅能力，組成咗 McFled 嘅組合，佢哋嘅責任就係積極咁樣去跑動阻止對手嘅反擊。但係喺2個人都缺乏傳球能力同埋創造力上面，就更加令人覺得麥湯文尼有點雞肋，認為佢比唔上其他大球隊嘅中場。當球隊喺度積極咁樣成長嘅時候，合格嘅表現就逐漸令球迷覺得佢並唔足夠，而佢亦都從一個鬥心十足嘅潛力新星，慢慢變成咗周身都冇張利，甚至配唔起呢件曼聯球衣，認為佢只不過係聽教練話，所以先有出場機會。但實際上面聽教聽話到底係咪一個貶義詞呢？佢其實一直都用表現話俾你知，佢喺度忍受緊，佢從來都唔只係一個工兵啊！1920球季禁區頂狂抽槍手，疫情閉門作賽之前92分鐘嘅佢仲有氣力上前逼搶，果斷咁樣第一時間射出一個巧妙嘅粒射，粒死艾達臣。喺蘇格蘭對住西班牙打入歐國杯嘅嗰場重要賽事中，幫助球隊歷史性取得勝利。對列斯聯先嚟一個後上禁射直穿網角，跟住殺入禁區插花之後調整左腳射入。對任何事情都睇唔過眼嘅堅尼，從頭到腳開始大讚麥湯文尼。即使係喺任內將曼聯貶到一文不值嘅蘭迪克，佢亦都盛讚過蘇格蘭人擁有無與倫比嘅能量。假如未來佢成為球隊嘅隊長嘅話，佢唔會感到意外。種種跡象都顯示，如果將佢嘅精神同埋侵略性放喺前場嘅話，其實可能會有唔同嘅效果。但曼聯好似從來冇真正信任過呢位親生仔。喺離開曼聯之後，佢亦都曾經開腔講過，當我進入一隊嘅時候，其實我嘅位置可能係被嚴重誤判。呢個並唔係教練嘅錯，只係我一直嘅強項都係殺入禁區、入波同埋喺禁區入面製造混亂。擔任6號同埋後衛並唔係我嘅強項。
只係當你20歲開始效力曼聯嘅時候，你總唔能夠同教練講我想踢普巴個正選位啊！呢一切都唔現實，人貴自知，我唔想去為球隊帶嚟麻煩，所以只能夠按住要求咁做。只可惜呢啲說話並冇被重視，反之就連曼聯球迷都唔再相信，甚至乎開始鄙視所謂嘅曼聯 DNA。Scott McTominay's going. He's got the DNA. The DNA. Well, I've got the DNA then. You know, he ain't good enough. Scott. 講到呢度，可能好多人會覺得我喺度指責緊曼聯，美化緊麥湯。我到底有冇呢個意思？可能啦。不過同時我想提到嘅一個問題係，可能都係你哋最近經常討論嘅一個問題，到底應該係球員服侍戰術，抑或戰術輔助球員呢？轉眼間就踏入到喺曼聯嘅第21年，年紀都嚟到第26歲，同佢差唔多年紀嘅球員，唔少都已經企穩正選，更多嘅可能都已經踏入到職業生涯嘅巔峰，而佢呢，高不成低不就，溫室之中呢棵樹開始得唔到佢嘅成長空間，而喺坦克上任之後，亦都一度盛傳麥湯文尼根本就符合唔到戰術風格，將會被賣走。蘇格蘭人終於都要結束佢嘅曼聯生涯，只係佢就好似細個嘅時候一樣，好快就能夠抵得住坦克地獄式嘅訓練。佢有一次贏得咗屬於自己嘅機會，佢亦都喺季初嘅4連勝中擔任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對阿仙奴嘅表現近乎完美。可惜喺對曼城嘅敗仗之後，卡斯美路成功贏得機會，佢又一次被變作後備當作輪換，而坦克本來嘅哲學中其實亦都難以揾到佢嘅角色。喺嗰個夏天，其實韋斯咸都諗過將佢帶到去倫敦成為懷斯嘅替代品，而杜曹更加考慮過用加分比同佢交換。如果麥湯文尼係冇能力的話，咁點可能成為呢兩位依家喺英超都屬於頂尖中場嘅球員佢哋嘅替代品或者籌碼呢？從青年軍時期嘅時候，大家就已經喺度講緊佢係一個大器晚成嘅球員，而去到23-24球季，屬於佢嘅開始亦都終於嚟到。安迪華荷曾經講過，喺未來每個人都會有15分鐘嘅成名機會，但係即使你俾麥湯文尼3分鐘，佢都會俾到你想要嘅嘢你。對賓福特90分鐘仍然落後，大家對於出麥湯文尼一頭霧水嘅時候，坦克同佢講去世界證明自己啦。結果門將撲救出嚟個波其實並唔好控㗎，但佢嘅身體協調做得非常之好，冷靜咁樣選擇咗冇人遮擋嘅近處破門。喺最後一擊嘅時候，麥加亞仲未頂到嘅時候，佢亦都已經預判到個波嘅大概落點，然後衝前搶先一步佔據身位，頭槌頂入。呢種門前觸覺，甚至乎好多前鋒都比唔上，但係麥湯文尼就係第一個做到㗎。賽後佢亦都表示：Never give up, man. Like you never give up, and no matter what situation that your life is in, never give up, never throw the towel in. And at this football club, it's demanded that you never do that. And for me, I've been brought up since I was 5 years old, and I know that better than anyone. 而終於大家都睇到佢嘅戰術用途，面對藍戰士頭頂腳踢梅開2度，挑戰當季第3嘅阿士東維拉86分鐘力壓對手一錘定音絕殺，史詩級嘅足總杯8強4-3絕殺利物浦，交出1個入波1個助攻，4強對高雲地利門前執雞。原來用咗5年之後，先發現佢嘅說明書就係將佢放喺禁區附近，佢嘅身形同埋入攝就已經係無解嘅方程式，而佢亦都終於得到咗佢喺曼聯嘅第2個冠軍，並且成為咗當季曼聯嘅神射手。喺呢一季佢可以話係表現最好嘅一個，但同時冠軍嘅滋味亦都令佢知道係時候啦。聽住呢個係我嘅足球生涯，我就係要去催谷自己，我最需要考慮嘅其實係自己，我必須要去跟隨自己嘅直覺離開，而唔係因為啲外在因素而影響自己嘅決定。呢番說話係佢最後對坦克所講嘅嘢。由於要去滿足 PSR 嘅規則，增兵去買入烏加特，於是乎曼聯亦都打起咗出售剩低1年合約嘅麥湯嘅念頭。即使坦克幾咁想要留住佢都冇辦法。而對於麥湯文尼嚟講，呢個可能都係一個解脫啦。反正佢自己應該都唔想再留喺曼聯，俾人當作係一個20出頭嘅年輕人。既然係唔係都要俾人鬧嘅話，咁點解唔去承受啲風險，去由自己決定自己嘅命運啊？佢唔想再被掉嚟掉去，更加唔想再做輪換。佢真係想去做一次主角啦。而冇乜嘢比起一個有野心嘅計劃同埋完全唔同嘅環境，更加能夠吸引呢位蘇格蘭人。而呢個時候，拿波利嘅足球總監敲門，清晰咁樣話咗俾佢知拿波利球迷嘅熱情、風格、美食，跟住仲講到干地將會
會加盟。呢個可以話係一個相當之大嘅誘因，因為意大利教頭除咗以嚴厲聞名之外，更重要嘅佢係一個奪冠嘅機器。唯到馬切斯奧巴利拿都被佢塑造成為一個真正嘅全能鬥士同埋引擎。佢除咗對干地有信心之外，更加對自己有信心。雙方亦都一拍即合達成交易，而拿波里人好快亦都俾咗一個好溫馨嘅歡迎佢。佢喺呢度得到咗佢應有嘅信任，佢亦都因為責任而開始茁壯成長。麥湯文尼大爆發嘅原因，可能係因為陽光同埋新鮮嘅蔬果，可能係嗰啲講唔正嘅意大利文，亦都可能係第一日已經得到咗歡迎佢嘅愛啦。喺呢度一切嘅新鮮感都為佢帶嚟靈感，清晰嘅定位同埋充足嘅上陣時間，喺佢第28歲嘅呢一年，終於都感受得到。干地係一個不擇手段都會想贏波嘅人，而麥湯就係一個無論幾難指令都會執行嘅人。結果佢哋兩個都可以話係天作之合啦。為咗佢將慣用嘅3-4-2-1改成為4-3-3陣式，干地改變佢嘅進攻體系，就係為咗釋放麥湯文尼嘅潛能，令佢能夠有更高嘅自由度去參與比賽。而麥湯文尼亦都好快咁樣回報咗拿波利俾佢嘅愛同埋信任，佢唔需要再急急腳咁樣去將個波放喺前線嘅球員，因為佢已經係中場線中靠得最前嘅一個。盧卡古成為咗佢最好嘅夥伴，當佢為比利時人給予供應嘅時候，另一邊廂佢亦都能夠藉住魔獸嘅掩護趁機入梢。喺上季佢係對手禁區控球排名第7高，平均每場有2.4次嘅射門，而且喺5波爭搶嘅數據亦都非常之靚仔。喺禁區成功突破次數高達39次，甚至乎比起賴達斯同埋佩利石更加之高。但若果你再仔細留意下佢嘅入波的話，其實佢嘅全部入波其實都唔複雜，往往靠嘅唔係自身嘅身體力量搶點，就係撥環嘅瞬間快速揾到射門路線，殺對手一個措手不及。呢啲其實都係得天獨厚嘅天分先能夠做到。當然你可以話意甲嘅強度同英超唔一樣，只係你有冇見過干地會容許低水平嘅嘢出現啦？每次當有重要場合嘅時候，佢都唔會缺席。麥湯文尼係拿波利嘅破局者，佢嘅12個入波當中有8個都係0-0嘅時候射入㗎。當球隊無計可施嘅時候，佢總係能夠願意肩負起打破僵局嘅責任。作客對國際米蘭射入1球，令到球隊能夠守住呢場6分波，成為咗決定聯賽勝負嘅關鍵。除咗喺比賽，喺球季嘅時候都係咁樣。臨近季尾，其實球隊去到4月份狀態有啲滑落，但佢用一己之力確保球隊喺爭冠嘅路途中唔會出軌。對安波利嘅比賽攻下2球，對蒙沙嘅時候尾段72分鐘又一次喺盲眼位入楔，搶先對手龍門手錘頂入，奠定勝1球。對拖連奴梅開2度，更加睇到佢嘅走位技巧。佢亦都因此攞下咗呢個4月嘅最佳球員獎項。而當被問到點解麥湯文尼可以脫胎換骨嘅時候，干地只係簡單咁樣講到，佢從來未喺曼聯擔任過主要角色，而喺呢度我俾咗一個主角去做，而佢進步嘅成果亦都得到咗團隊嘅分享。上陣2761分鐘，比起過去任何一個球季都多。拿波利嘅每個大街小巷都仰慕住呢個蘇格蘭人，而喺最後嘅瘋狂一刻，我哋亦都見證咗佢嘅蛻變。對住卡利亞里被對手拉住，傳中稍為偏差都好，要做到嘅嘢從來都冇藉口，作出車身掛射，再次幫球隊掀開紀錄，亦都係呢一下火花燃點起後來拿波利嘅煙火，用呢個美妙嘅入波完成咗完美嘅地標球季。賽後硬漢亦都忍唔住流下男兒淚，成為意甲 MVP， 登上意大利之巔。賽後訪問佢亦都講到，呢個對於佢嚟講就好似一場夢一樣，當魚游到翻入去水入面，佢先能夠游出屬於自己嘅海洋。曼聯俾佢嘅係忍受，拿波利俾佢嘅係信任。忍受塑造骨架，但唯有信任先能夠打開佢嘅翅膀啊！故事大概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呢個古仔有冇俾到啲咩啟示你呢？你仲會唔會覺得成功係忽然發生，真係離開曼聯一切就會順利？追求虛無嘅嘢係唔現實㗎，我哋可能一世都追唔到啲天才嘅才華，但每個人其實都係天才，因為你本來就係獨一無二。童年時冇好順利啊，但佢就係咬住2個字，謙虛同埋勤奮捱過去。每個人都想順風順水，唔想經歷逆境，只係每次嘅困難都係令你變好嘅機會。但同時你亦都要懂得自愛嘅重要性，揾到適合嘅環境先能夠發揮自身嘅用途，結果先能夠造就一個更好嘅你。好啦，咁翻到一開始，咁而家到底乜嘢先係曼聯 DNA 呢？曼聯而家係一個全球品牌，係商業球隊，但若果你揾翻佢嘅根呢，
佢哋係一個代表曼徹斯特呢個工人城市嘅球隊。呢個亦都就係點解大家會話麥湯文尼係曼聯 DNA 嘅象徵。意志力、奉獻、謙虛、勤奮、犧牲，呢個唔係就係一個偉大團隊必備嘅特質咩？冇一支球隊可以靠住11個天才贏波。過去嘅曼聯當然都有大球星啦，但係襯托呢班大球星，俾佢哋發揮才華去令球隊穩定嘅人，係背後默默耕耘嘅嗰幾個人。佢哋未必係所有能力都90分嘅球員，但係費格遜能夠揾到佢哋嘅位置，然後喺唔同位置配合發揮最大嘅用途。只要你擁有一技之長，咁你喺曼聯就有用武之地。曼聯嘅 DNA 唔係講緊你有幾侵略性、幾咁進攻，係到底你有幾捱得、幾能夠忍耐、幾咁能夠喺逆境中仍然相信你嘅隊友，仍然向住同樣嘅目標向前走。曼聯嘅 DNA 係一班工人嘅 DNA。而當你否定咗過去嘅一切之後，咁仲能唔能夠揾翻嚟呢？當失敗嘅時候，所有人都有問題。祝各位曼聯球迷好運啦！希望明內唔會變成第二個麥湯。今日都先講到呢度啦。如果中意呢段片嘅話，可以 pay me 支持一下。唔係都希望你 like、share、comment、訂閱我嘅 YouTube 啊！我係 Ryan，下次見。